同学，是我，别打了，再打手机又要没电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刚刚 QQ 视频一挂断，我就想拿手机订票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手机没电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想翻钱包，结果钱包只剩几块钱了，把我给急的呀！当时，幸好我聪明，我就拿那个电脑给手机充电，嘿嘿，我是不是反应能力超级强？学生会的接站时间是1个小时以前。不好意思啊，害你等这么久。我请你喝点东西赔罪吧。不用了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但是我饿了，我一大早出来我还没吃东西呢，你能不能等我买点东西再走？5分钟。好，谢谢。你能不能借我100块钱啊？我手机又没电了，我充上电立马还给你。谢谢。小姑娘，咱快点啊，这不让停车。马上就要，师傅，我那个世界名著带太多了，所以才把箱子给压坏了。行，快点啊。好。拿一下。世界名著啊！哎，你别看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同学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那么久，我请你喝杯奶茶呗。不用。哎呀，你不用那么客气嘛，我妈说过了，不能白麻烦别人。我那还没看清楚，你等一下。哎，这椅子怎么回事？我昨天明明刚修好的呀。对不起啊。